今日請大家做一件事咧，係正式開始之前去拎塊鏡出嚟，對住自己嘅臉，靜靜地睇一睇，唔係叫你去照靚唔靚，唔係叫你去掃針紋多咗幾條，而係因為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係一個中國流傳咗幾千年嘅智慧，相由心生，境由心造。中國傳統面相學係一套博大精深嘅學問，由古代嘅相書、麻衣神相到柳莊相法，歷代智者都相信一個人嘅面相係佢嘅命運、性格同埋福德嘅外在呈現。而去到晚年面相嘅變化，星期更加係一個人一生嘅修為心態同埋福報嘅最真實反映。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，睇過一晚年有冇福氣，主要睇臉相3個地方。如果你生得呢種相，代表你晚年仔女孝順，家庭和樂，甚至橫財有緣。但係開始之前，想先同大家講清楚一樣重要嘅事，面相唔係宿命。中國相學最核心嘅理念，千祈唔係你生成點樣就係點樣，改變唔到，而係相隨心轉，你嘅心態、你嘅行為、你嘅德行係會改變你嘅面相嘅。所以今日講嘅即係唔係叫大家去迷信，而係透過了解面相嘅道理去反思自己嘅內心修為。聽完之後，如果你覺得某啲地方可以改進，呢個就係今日最大嘅收穫㗎。好，拎好鏡，我哋即刻開始第一個要睇嘅地方係眼睛，準確嚟講係眼神。中國相學有句說話，眼係心靈之窗，亦係命運之鏡。一個人嘅眼神，星期係最直接反映佢內心世界嘅地方，亦係相學入面判斷晚年福氣嘅最重要指標之一。什麼樣嘅眼神代表晚年有福？第一，眼神清澈而有光。相學認為眼神清澈代表此人心地純良，無謀害之心，無怨恨之氣。眼裏有光代表此人對生命仍然保持熱情同好奇，心態積極，生命力旺盛。星期各位對住鏡子睇一睇，你嘅眼睛係咪清澈有光嘅，定係運動暗淡？如果你嘅眼神係清澈有光嘅，係一個好嘅徵兆。相學認為呢種眼神嘅人晚年往往係得到仔女善待嘅，因為佢哋一生心地善良，冇積怨，冇計算，自然得人緣。第二，眼角微微上揚，帶住笑意，即使唔係喺笑緊，但係眼角係帶住一種溫和善意嘅神態嘅人，相學稱之為笑眼。呢種眼型嘅人天生令人感到親切舒適，容易廣結善緣。晚年人再關係好，仔女同身邊嘅人都願意親近佢哋。第三，眼神穩定唔飄移。相學認為眼神飄忽唔定嘅人心神不寧，容易焦慮，難以聚財，晚年多憂慮。相反，眼神穩定平和有定力嘅人，心性沉穩，處事冷靜，晚年往往係過得最安穩嘅一批人。眼神運動或者帶戾氣代表咩？如果你發現自己嘅眼神係運動嘅，或者係帶住一種戾氣怨氣嘅，係咪代表晚年就冇福呢？唔係，呢個只係一個信號，提醒你嘅內心可能係積住咗一些放唔低嘅負面情緒，例如長期嘅怨恨、焦慮或者鬱結。相學有個理念，眼神由心造，你嘅眼神係你內心世界嘅如實反映。如果你願意放低心結，放低執念，學識感恩當下，你嘅眼神係真係會慢慢變得清澈有光嘅。點樣改善眼神？每日練習感恩，諗3樣今日你感到感激嘅事，係話唔係寫落字，只係心入面真真正正咁感受。長期練習感恩嘅人，眼神係會變嘅，因為佢哋嘅內心係真係慢慢變得更加光亮嘅。第二個要睇嘅地方係嘴角同法令紋。喺相學入面咧，嘴巴係代表福力同言語之上，而法令紋即係由鼻翼兩側延伸落嚟，括住嘴角嘅2條紋，係代表晚年嘅子女緣同家庭運嘅重要位置。嘴角上揚係晚年福相。如果你嘅嘴角係自然上揚嘅，即使係平靜嘅表情，嘴角都係微微向上翹嘅。呢個係相學公認嘅晚年福相。點解？因為嘴角上揚嘅人往往係性格樂觀、為人寬容、唔重牛角尖嘅人，
佢哋少抱怨、少埋怨、少製造家庭矛盾。係呢種氛圍下長大嘅仔女，係更加願意親近父母、孝順父母嘅。相反，如果嘴角係長期下垂嘅，代表此人習慣咗負面思維，習慣咗抱怨同不滿，係家庭入面容易係矛盾嘅來源。晚年子女緣相對較薄，但係各位唔使擔心，嘴角嘅形態係可以改變嘅。多笑係最直接嘅方法，係真心嘅笑，唔係質地出嚟嘅笑。星期，當你習慣咗用感恩嘅心態去看生活，嘴角自然就會慢慢上揚。法令紋，子女緣嘅密碼法令紋係好多人好在意嘅一樣嘢，因為佢係老化嘅標誌之一。星期，好多人恨不得去打針消除佢，但係喺商學嘅角度，法令紋係好事。商學認為法令紋清晰深長，一路延伸到主角兩側，代表此人晚年子女孝順，家族興旺，有權有威。法令紋心而對稱，代表一個人一生係有承擔、有責任感、有做事魄力嘅人。呢種人晚年係最得仔女尊重嘅。如果法令紋係入口，即係向嘴巴方向彎入，商學認為呢種人晚年容易克扣，家庭運較差。如果係平直延伸落下巴，代表晚年子孫滿堂，家庭和樂。星期，仲有一個細節係好多人唔注意嘅，法令紋入面唔好有橫紋打斷。如果法令紋中間有橫紋截斷，商學認為代表此人與子女之間係有過節同摩擦嘅。但係橫紋係可以透過改善親子關係、多角溝通、少批評，令佢慢慢淡化嘅。嘴巴大小同口薄相學，仲有一個觀察，嘴唇豐厚、嘴巴大小適中嘅人，代表口福好，晚年飲食豐盛，家庭生活富足。嘴唇薄嘅人，商學認為係話語較刻薄，容易傷人，晚年人緣較差，需要刻意提醒自己說話留有餘地。但係唔使受嘴唇嘅厚薄係天生嘅，但係說話嘅方式係可以後天改變嘅。學識說話溫柔，留有餘地，係可以改善晚年人緣嘅。第三個要睇嘅地方，星期係額頭同印堂。印堂係眉心兩眉之間嘅位置，喺商學入面呢個位置係命宮所在，係判斷一個人整體運勢同福德最重要嘅位置之一。印堂寬廣飽滿，晚年運勢亨通。如果你嘅印堂係寬廣飽滿，皮膚係光潔明亮嘅，商學認為係大吉之相，代表此人心胸寬廣，不計較小事，思想開明，唔執着，唔固執。晚年財運穩定，意外之財即橫財，有緣分。相反，如果印堂係窄嘅，有直紋即掩針紋嘅，星期商學認為代表此人性格偏執，容易中牛角尖，有懷才不遇之感，晚年容易多憂慮。但係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補充，印堂嘅形態星期係會隨住心態改變而改變嘅。你有冇試過，每當你放鬆嘅時候，印堂自然就寬咗；而當你皺眉憂慮緊張嘅時候，印堂自然就窄咗，又敏咗。星期長期皺眉憂慮嘅人，佢嘅印堂係會永久性地留低呢種謹慎感嘅；而長期心態開朗、唔中牛角尖嘅人，印堂係自然寬廣明亮嘅。所以放開懷抱，少憂慮，係改善印堂之傷最直接嘅方法。額頭晚年福德嘅反映，商學認為額頭係代表一個人嘅福德長輩緣同整體命格嘅位置。星期額頭飽滿、高廣無雜紋嘅人，代表此人福德深厚，一生有貴人相助，晚年得子女善待，家庭和順，有長輩福蔭，承受家族庇佑。如果額頭有橫紋呢，而橫紋係心象清晰嘅，商學認為係思考善呢，代表此人思慮深遠，反而係聰明有謀略之相，並非不吉。但如果橫紋係雜亂冇章、密集細碎嘅，代表此人心事多、憂慮多，晚年較多波折。天倉飽滿，橫財有緣，額頭兩側靠近發際線嘅位置，商學稱之為天倉。天倉飽滿圓潤嘅人，商學認為晚年橫財有緣係指意料之外嘅財富，例如投資回報、中獎或者家族遺產等。天倉凹陷嘅人，商學認為橫財緣較薄，但係正財即靠自身努力賺取嘅財富係唔受影響嘅。
靠勤勞仍然可以衣食無憂。講完3個地方，想同大家深入講一講相由心生呢4個字嘅真正含義。好多人誤解咗面相學，以為佢係一種宿命論，你生成呢種樣，你就係呢種命，改變唔到。正奇，但係中國相學最深層嘅智慧，恰恰係相反嘅。相學認為面相係動態嘅，係會隨住一個人嘅心態、行為、德行而不斷改變嘅。一個人而家嘅面相，正奇係佢過去幾十年嘅思想同行為嘅積累，而佢未來嘅面相則係由佢而家開始做嘅選擇決定嘅。已經有句說話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一個人如果一生積德行善，寬以待人，心存感恩，唔計較，唔埋怨，佢嘅面相係會慢慢顯現出一種溫和光亮、有福氣嘅氣質嘅。反過嚟，一個人如果長期怨天尤人、計生得失、斤斤計較、滿腹怨氣，佢嘅面相係會慢慢變得陰沉晦暗，令人不舒服嘅。所以想改善晚年嘅面相同運勢，其最根本嘅方法唔係去做醫美，唔係去揾術士，而係嗰修心，修一顆寬容嘅心，放低執念同怨恨，修一顆感恩嘅心，珍惜當下擁有嘅一切。修一顆善良嘅心，對人真誠不計回報；修一顆平靜嘅心，面對起伏不驚不亂。呢4種心才係令面相越嚟越有福氣嘅根本所在。各位朋友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咗睇晚年有冇福氣嘅3個重要位置。第一，眼神清澈有光，穩定平和嘅眼神代表心地善良，晚年廣受尊重。眼神運動帶戾氣，係內心積怨嘅信號，需要放低執念。第二，嘴角同法令紋，嘴角上揚代表樂觀寬容，晚年子女緣好；法令紋心象清晰，代表晚年子孫興旺，家庭和樂。第三，額頭同印堂，印堂寬廣飽滿代表心胸開發，晚年運勢亨通。天沖飽滿代表橫財有緣，多有多女則令印堂生紋，需要學識放開懷抱。但係呢一句就想再次提醒各位，面相係一面鏡，反映嘅係你嘅內心，而內心係可以修煉嘅，係可以改變嘅，係永遠唔會太遲嘅。正奇，就算你而家已經70歲、80歲，只要你今日開始修心，放低怨恨，學識感恩善待身邊嘅人，你嘅面相係真係會慢慢改變嘅。因為相由心生，正奇心變則相變，最好嘅晚年福相唔係天生注定，而係每一日由你自己親手修出嚟嘅。如各位都能夠修得一副晚年福相，仔女孝順，身體健康，家庭和樂，3個星期晚年安康。如果今日嘅分享令你有所感悟，歡迎喺下方留言，告訴我哋你睇完鏡之後嘅感受，亦都記得訂閱我哋下一期再見。多謝大家。